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6日，诗篇119篇22、24节安尼讲：人对我的能力甲看轻，求你除去。因为我有遵守你的教示，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，是我的导师。三甲来祈祷，除去人对我的能力甲看轻的天平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圣、至尊贵的真神上帝，主啊！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你的信实达到强冲，你的慈爱永远存在。主啊，我要尊你最大，我要高举你的名，因为我的生命是你所创造。阮的一切是你所想事，主啊！阮活着的时，拢要来学罗你，称颂你的名，主啊！阮是你所疼的儿女。你看阮最宝贵，主啊！人对阮的能力甲看轻，求你除去，因为阮有遵守你的教示，你的教示是阮所喜爱，是阮的导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